碳飲食嘅時候咧，身體咧會透過肝臟啦，將糖分儲存轉化為脂肪，並且坐喺個肝度嘅。而特別就係食生果嘅果糖咧，儲存得最快，直接就入個肝㗎啦。而生酮飲食嘅益處咧，就係促進肝臟脂肪嘅代謝，減少碳水化合物嘅攝入，可以直接抑制肝臟脂肪酸嘅合成，並且增加脂肪嘅分解，從而咧減少肝臟脂肪嘅堆積嘅。研究咧仲發現14日生酮飲食可以令到肝臟嘅脂肪咧減少接近50%啊！呢一個研究咧就揾咗一班本身係過重啦，又或者係非酒精性脂肪肝嘅人去做測試嘅，咁就發現咧佢哋進食咗14日嘅生酮飲食之後咧，肝臟嘅脂肪咧大幅減少43.8%，係接近50%嘅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，佢哋喺生酮飲食嘅期間係冇熱量赤字，並冇特登減少佢哋每一日嘅熱量攝取，都有咁好嘅效果喎。咁生酮飲食咧，其實就係透過限制碳水化合物嘅攝取啦，令到肝臟咧將脂肪拆翻出嚟轉化為酮體。當酮轉化之後咧，會自動發出停止脂肪喺體內儲存嘅信號嘅。原來咧個肝係最先儲脂肪嘅部位，同時亦都係最先燃燒脂肪嘅部位嘅。即係話，如果你有太多嘅糖就儲晒喺個肝度，調翻轉生酮飲嘅食就會第一時間喺個肝度攞翻啲脂肪嚟用啦。每一日係可以燃燒到100g嘅脂肪㗎。咁我哋亦都曾經有學生啦，佢已經嚴重到咧切除咗部分嘅肝臟，但係透過生酮飲食咧，亦都係成功逆轉咗脂肪肝嘅問題。